回禀元帅，楚先锋战死沙场。是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尤其是先锋军全部阵亡了。我带剑本言呐。 班长，公主，修订战士，楚先锋，我军过半，伊的伤亡啊！此时若是用真是换代去，不如提兵哦，好勇气。 马大刚海，在。退。是。元帅，当军大好专胜，必定会趁这个时阵来追击。实事，你若是这个时阵来上阵，敢毋是犯着兵家大忌呢？ 以越将之计，暂时退兵30里，重整军心。迄个时阵，再过来替楚先锋报仇，嘛还阁未晚啊！哈哈哈哈！魏元帅，你刺死反帮的先锋楚玉芬，会晓讲这是奇功一件。本帅即刻下令。 准备酒菜，一为道贺，二为庆功啊！苏元帅，道贺我是不敢当，要若是讲庆功嘛，你将这个功劳记在这功劳簿就会用了。要若是讲这庆功宴有啉无啉，这都是次要啊。哦。 这是旗开得胜的第一功，当然是要记在功劳簿啊。对了，要现在四先锋伊的情况怎样？哦，西凉军退兵30里，我将伊命令四先锋。 乘胜对决，伊此时已经大概到这个玉河岭。呀，
帅应该即时派兵前去救援。免！四仙峰的手下有3,000个人马，有够来对付这反兵。我再讲，四仙峰是英勇无比，达正公主，伊的手下兵将，多一个是伊的对手呢？元帅，这做你放心就是啊。虽然无派援兵，也毋过这个粮草也必须要前去补助啊。刘将军，我将知。你这是压解500的粮草，到在姚好岭接济四平贵。我将遵命。我将参见四仙峰。赵将军，免礼。两位元帅，命令鸟完兵来袭。这四仙峰，我将指示压解粮草，来再用西方军的。命令退下。是。张将军，莫非两位元帅还阁有甚物吩咐吗？无，四仙峰，明明西凉国的先锋楚玉云是你正胜的，但是副元帅为何却向元帅讲，这桩功劳是伊的？这件代志虽然别人唔知影，但是当时我徛伫你的身躯后壁，看了清清楚楚。而且，本家所元帅要派援兵来，但是为何一再阻止？四仙峰，你敢毋是还为何有甚物过节哦？过节，哼！大家同心协力退敌，保家卫国，算什么是过节呢？
你也免多疑啦。也不过伊霸占你的功劳呢。功劳是要创什么呢？杨将军，你唔应该想遐尼真多。对了，我已经也下命，命令英暗在地耀虎山安营。明仔早起，一定番兵会来叫阵。我想咱来量早休困。莫阁讲了，咱转来。当然，你的武艺超群，智慧过人。我国虽然勇将甚多，你的同兄太阳寺也是不可多得的上将之才。但是，为何只有将水印交予你这将，才会放心？为夫相信，唔免阁偌久，你就可以带兵攻入玉门关，夺取大同江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主，天多才讲嘛尔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动员叫你。咱昨暗是已经讲好啊，又捌将披挂上阵啊。怪父，将重任交代予我，想袂到我去第一次出兵，又损失一名的大将，我对不起外父，所以我要亲自出兵，去替楚先锋报仇。万岁，楚先锋的死是伊己不如人，这甲你并无关系啊。我是主帅，讲什么我也脱不了责任。你敢知影？东军现在伫咧耀虎岭安营。知。马大江海连夜探听回来消息，已经甲我禀报过。那安尼，你敢知影讲东营先锋四平贵，伊就是太师楚先锋的人？这，哼，安尼还阁较好。我用个指名叫阵，叫四边柜出阵，甲我一决生死。万岁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必战必胜。你要指名叫阵，要那呢？我问你，你对四平贵有了解偌济呢？公主。先锋兵贵武艺好，兵马天生地力高，你改明白出兵之道，若无法是空过路，就算伊是你当也在心头。就算伊
兄，真多谢你的关心。也不过，我确实唔相信四面鬼有三条六臂。你愈安尼讲，就愈增加我想要甲伊一决胜负的心意。公主，你敢知影姚好岭地势险要，大军根本都无办法冲入去啊！我大战公主是冒着拼死决斗的心情，何妨单枪匹马独占姚好岭？公主，公主。是我。张将军，你这么才早来，才创什么？四仙后，我正要来甲你考考，你千万唔通家己一个人去摇好岭。张将军，大战公主叫阵指名，我敢会用个无气性？四仙风啊！为何唔听？台湾兵敌前我军来乡的富民啊！为强将军做不行。我将看你好三年，多谢将军啊！会好伊英明欺负这个东包西凉小小啊，待千里。平贵炎凉，又怕伊。四仙风，张将军，你为我伫咧担心我知影，真感谢你。也毋过，我明白着伊大胜利，来者无善，善者无来，我绝对也袂轻易设定。请，四仙风。